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咁今日係12月24號平安夜啦，咁先祝大家有個平安嘅聖誕節同埋嚟緊嘅新年啦。咁祝大家無論係身體啦、投資路上啦，都係平安健康啦。今日想講嘅題目呢係聖誕就講匯豐喎，因為以前大家都有個傳統智慧就話聖誕鐘要買匯豐。咁但係好明顯呢幾年呢個傳統智慧似乎又唔係太生效啦。咁但係咁喎，原來匯豐今年嘅股價呢，其實表現唔差喎。講緊年頭由60蚊樓下，年尾收到上70幾蚊，其實全年個升幅都講緊兩成幾、兩成六，其實跑贏大市講緊1成6個升幅喎。咁呢個其實相信主要咧都係受惠，因為過去2年美國都係加息週期啦，其實對匯豐呢類國際銀行嗰個息差呢，其實係好有幫助。雖然啱啱最近美國減息3次啦，咁但係好明顯唔係進入一個減息週期，咁相信利率啦仍然都會係喺高位維持一段時間，咁呢個都係有利匯豐個業務表現。今日就唔係講股價啦，其實啱啱我喺星期一嘅自由亞洲電台咧寫咗一篇長文啦，咁個題目就係被孤立嘅國際金融中心，由匯豐被警告睇香港嘅國安同地緣政治風險。咁跟進嘅當然就係上個星期日經新聞報導，美國財政部嘅一個副財長啦，就去咗香港，就同3間嘅發鈔銀行，包括匯豐啦、渣打啦，同埋中銀香港會面。咁亦都係當中咧提出咗幾重要嘅警告，就係叫佢哋唔好避免參與咧俄羅斯嘅金融交易，尤其係嗰啲被歐美制裁禁令涵蓋嘅範圍。咁據了解咧，當時金管局都有官員喺度。咁呢個警告其實係嚟得都幾突然，同埋都幾大重要。因為早前大家知美國國會有3位議員，包括共和同民主兩黨啦，係向美國財長耶倫咧發信啦，係要求佢嚴格係調查到底香港嘅銀行有冇係違反咗一啲涉及俄羅斯嘅違禁交易。呢度咧其實凸顯咗匯豐同一啲國際銀行喺香港嘅尷尬處境。點解話尷尬呢？因為喺美國嘅眼中，呢啲咁嘅國際銀行如果係參與咗呢啲俄羅斯嘅金融交易，好明顯就係違反咗禁令啦。係亦都係成個俄烏戰爭入邊呢，佢哋認為係一個好重大嘅缺口，一個漏洞，令到俄羅斯仍然獲得唔少嘅金融支持啦，可以買武器對抗西方國家。咁但係調翻轉喺香港同中國政府嘅眼中呢，呢個又唔係一個問題喎，因為喺香港同中國都不斷強調唔會執行一啲所謂歐美國家嘅單邊制裁，只會係制裁執行就係聯合國嘅制裁令。咁好明顯，今次對俄羅斯嘅禁令就唔係一個聯合國嘅禁令啦，因為中國同俄羅斯本身都有一個否決權啊嘛。咁變咗就係喺銀行眼中呢，就其實變咗兩面不是人啦。咁你喺西方國家固然嗰個俄羅斯嘅交易係唔可以掂啦，基本上甚至乎匯豐唔單止撤出咗俄羅斯呢個市場，譬如11月佢都亦都向全球客戶表明啦，唔會向個人客戶咧進行一啲俄羅斯嘅金融交易。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幾避嫌嘅做法㗎啦。咁但係喺香港嗰方面嗰個環境呢，其實因為俄羅斯喺過去2年係不斷擴大喺香港嘅 exposure，包括係更多嘅註冊公司啦。我哋之前都講過啦，俄羅斯成為咗香港第10大嘅仲裁中心，好多俄羅斯要用普通法進行嘅法律仲裁咧，都搬咗嚟香港做。咁變咗就其實涉及嘅相關金融交易咧就累積增加。咁呢個其實就令到銀行本身咧係一個好夾縫嘅局面。咁如果美國最終真係因為警告之後仍然見到啲交易嘅時候，其實係有機會向呢幾間發鈔銀行，特別係匯豐呢，作出一啲制裁行動。當然我唔相信話一下子會譬如踢出 SWIFT 啊，唔俾美元交易啊，可能早期都係一啲罰款啦。咁但係會唔會最終係演變成一啲更加
大嘅重手嘅罰則呢，甚至乎影響到匯豐喺國際上嘅聲譽，令佢嘅客戶其實係唔願意再選用呢間銀行，其實可能會令匯豐呢最終係出現一個業務萎縮嘅狀態。咁呢個大家都留意，其實啱啱美國國會呢都出咗美國中國委員會呢都出咗一個報告，其實都係提到啦香港喺成個金融交易入邊呢，其實都唔單止入邊有涉及一啲違反人權啊、自由惡化呢啲咁嘅問題，亦都係警告金融機構呢係限制咗港人存取資產嘅行為，並且呢係指示緊財政部呢係要對一啲按政府要求行事嘅金融機構呢係作出制裁。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強力嘅一個建議。咁如果係相關講緊存取資產，大家都知啦，其實匯豐香港一直都因為香港政府嘅要求係唔俾攞咗 BNO Visa 去到英國嘅10幾20萬香港人攞翻佢哋嘅強積金。呢個喺西方國家入邊呢，其實係一個即係覺得係嚴重嘅問題。咁亦都係提出咗相關嘅制裁建議。咁到底最終係會點樣發生呢？我相信2025年呢，呢個都係值得大家關注，亦都係即係好重要嘅一個發展。咁今日除咗講美國對匯豐可能執行嘅制裁啊，頭先講自由亞洲嘅文章嘅連結呢，我都會放喺下低嘅描述欄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可以係 K 入去睇相關嘅文章啦。咁今日除咗想講美國可能對匯豐出手之外呢，其實想講下主席杜嘉祺。匯豐嘅主席杜嘉祺，可能大家嗰個印象唔會太深，因為佢係比較少公開露面。但係其實佢已經係喺匯豐呢係做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佢其實由佢任內上任開始啦，杜嘉祺係喺2017年呢出任匯豐控股嘅主席，當時其實已經打破傳統㗎啦，因為匯豐控股嘅主席長期以嚟都係匯豐內部嘅人升上去，咁但係當時其實杜嘉祺係啱啱完成咗喺友邦行政總裁嘅職位，咁之後呢，其實佢上任冇耐呢，已經係同一時間本來嘅匯豐行政總裁歐志華呢已經離任，之後換上咗呢係亦都係喺匯豐內部升遷嘅范寧，咁但係范寧做咗唔夠1年呢，就已經被撤換啦。咁當時已經提出有唔少懷疑係杜嘉祺呢係對范寧嘅表現不滿啦。咁之後呢，就升任咗祁耀年。咁祁耀年做咗呢幾年呢，其實早喺舊年祁耀年突然間公布話要退任嘅時候呢，都引起市場一度震驚啦，亦都懷疑係咪杜嘉祺喺當中有角色係不滿祁耀年嘅表現呢？咁所以其實大家見到杜嘉祺呢個主席嘅職位喺匯豐內部呢，個影響力呢，其實係遠比預期嘅影響力大。特別係關於行政總裁嘅委任，咁而之後呢個新任行政總裁亦都係由杜嘉祺去委任派出嚟。咁而家消息就話杜嘉祺嗰個任期呢，去到2026年呢就會屆滿嘅啦。咁佢而家仲有1年幾嘅時間啦。咁其實市場上已經話匯豐開始係物色緊新嘅主席人選啦。咁我想提出就係杜嘉祺其實呢個人呢，對無論係中國政府同埋香港政府呢，其實都係一個相當友好嘅姿態。我甚至懷疑早前匯豐提出咗要分拆東西兩邊嘅業務，其實都係由杜嘉祺咧一手主導。佢早前大家留意，杜嘉祺曾經係2度訪京啦，一次就係會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另外一次呢，就係直情係見目前國務院嘅副總理何立峰，亦都係所謂經濟沙皇。咁其實佢幾度咧都擺出咧對中國市場投資市場嘅一個高度樂觀啦、信任啦。而家最新嘅消息呢，就係話杜嘉祺下個月就會率領多名喺英國組成嘅銀行家英國商業代表團啦，係訪問中國。咁主要咧係拓展貿易投資，亦都係會發展金融領域。呢個亦都係為英國嘅財相李允晴啦喺明年啦係訪華咧係做定一個鋪路。咁你可以見到其實杜嘉祺嗰個角色咧已經係
幾全面覆蓋咧，係將英國而家嘅商界嘅對中國友好嘅一個表態咧，喺佢任內咧，的確係即係表露無遺。咁呢個亦都突顯咗而家英國其實對中國嗰個友善態度咧，同喺以上一屆保守黨政府咧，幾乎係完全冇接觸咧，係有180度嘅轉變，亦都令人懷疑而家工黨嘅首相施紀賢呢，其實係有意靠攏中國，希望靠住同中國做翻生意、多翻投資呢，係改善自己喺英國國內而家低迷嘅民望。咁而杜嘉祺喺呢方面呢，正正就可以發揮到佢穿針引線嘅一個角色。大家留意杜嘉祺其實早喺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呢，已經係率先表態譴責任何嘅暴力，亦都係一再表明對中國投資市場有信心。咁我相信而家匯豐話要分拆東西業務呢，其實都係正正頭先講，就係要迴避可能西方一啲制裁，日後變成一個東方業務，一個係西方業務，咁又變咗就可以避免咗被一啲政治壓力，因為包括而家英國嘅國會議員呢，其實都質疑緊呢個咁嘅分拆，其實係咪匯豐有意呢？係規避唔需要向英國嘅國會呢係作出一啲問責。咁我相信呢個呢，可能係其中一個即係杜嘉祺鋪路呢，係希望為匯豐帶嚟即係一啲嘅好處，亦都係佢而家手上嘅一個國家任務。咁今集講到呢度先啦。咁星期三、星期四係聖誕節假期啦，咁我都會暫停2日啦。咁我哋星期五呢會繼續同大家傾偈見面嘅。咁希望未點讚呢個頻道嘅朋友呢，係可以點讚分享，亦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有咩題目呢係大家想傾㗎喇。咁祝大家聖誕節快樂，拜拜。